漢朝和唐朝。中國有5000多年的歷史，期間經歷了多個朝代，當中漢朝和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，中西文化交流頻繁，影響至今。張騫與絲綢之路。古代中國經常與邊疆外族發生糾紛，漢武帝曾經派遣張騫出使西域，希望聯合西域各國打擊匈奴，結果意外打通了貫通中西的通道，增進中國人對西域各國的了解，也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。由於中國出產的絲綢經這條通道傳到西方，後世把這條通道稱為絲綢之路。原裝與中印文化交流。唐朝交通發達，與鄰國交往頻繁。僧人原裝遠赴天竺、今印度求取佛經，原裝回國後致力傳揚佛法，使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，同時也促進了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交流。